主席，講返今日嘅議案，驟耳一聽，干預選舉好似好嚴重咁樣。我亦都了解過乜嘢係干預呢？我查過字典，亦都去問過法律界嘅朋友。事實上，真係有好多嘅講法，過問啦、管閒事都可能被認為干預。簡單而言，同一句說話，同一番嘅對話，唔同嘅人嘅判斷，唔同人嘅感受，得出唔同嘅結論。所以，是否干預過問，其實係一個主觀嘅判斷嚟嘅。主席，香港嘅政治環境，香港嘅政治大事，確實好多嘅唔同國家都非常關心。我相信在座本會嘅議員都經常被不同嘅領事館約見得比較頻密，特別係政改期間。我都同過好多嘅駐港領事討論，佢哋亦都問長問短，講政改嘅一啲睇法。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同樣都係大事，我相信我哋本會嘅議員，包括我同樣都係經常被不同嘅領事館係約見。主席，我哋可以接受外國嘅領事館關心過問香港嘅政局同埋特首選舉，覺得正常。但係點解對於喺香港有全面管治權、對特首有實質任命權嘅中央，當佢關心過問緊張香港嘅特首選舉，就會被你哋無限妖魔化呢？主席，香港人對於特首有期望、有要求，中央同樣對於特首有期望、有要求。呢個正正係基本法所規定嘅雙重負責制。姚松炎剛剛講到基本法22條，不過你要留意，而家講緊嘅係特首選舉。香港作為中央轄下嘅一個特別行政區，行政長官選舉不單係香港嘅事務，亦都係中央嘅事務。中央係有權有責，要充分了解情況。而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機構，聯絡香港唔同界別嘅人，觀察、分析，以至到講佢哋嘅睇法，評估下唔同嘅參選人有冇施政能力，得唔得到港人支持，我認為都係情理所在。